對於黃山雨季到現在風台，台灣的天氣較無穩定，季到了後定落雷公雨，也互人真困擾。然而，你敢無發現101這個大型的小設計？3片雨遮對建築物繻出來，看起來就親像加一個年詞。原來過去有旅客反映，變冷落雨，想要對台北101行到捷運站，沿路攏無所在通避雨，實在不方便，所以才有這個友善的設計。當這個101的雨遮放下來，您可以發現到說，它其實就跟旁邊這個屋頂的屋檐連接在一起了，等於我們幾乎可以不用淋雨就走到捷運站。中這段將近30公尺的路，加雨遮這個設計，落雨都免上野雨傘。是講這個裡邊的設計，沒少人敢若攏無發現。不知道，臨時來購物的話，有這個遮雨棚的話，就是又沒有帶雨傘，就是還蠻覺得感受會很好。It's a very good and practical and very beautiful. 不錯啊，創意啊，我覺得這很好啊。隨時有一種創意啊，不過沒有人提醒，沒有人知道。它就是跟着這個棟大樓的顏色是combine在一起，所以你也不會太注意。相傳會這麼無明顯，這其中其實有巧思，融入建築物的本身，無必要用的時就甲藏入去，安尼就袂破壞101建築視覺，也閣有整體氣氛。